为了抢救这假怀危机早起有民间团体甲立委开记者会，伊望讲伫目前育婴留停的制度，过来修正请一假，互家长伫囡仔8岁之前会讲一天，也是讲以点钟来请假，互育婴假如有春秋来应付家长带囡仔的需要。这条是台湾的女性就业率，就是这样土石流这样流下去。你们看其他国家有没有是这样的？提出统计数字，指出台湾的女性随年会增加，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真紧，下降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。民间团体统计，台湾女性整体劳动参与比率只有51%。女性无多稳定踮伫工课场上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爱顾囡仔这款家庭事务。虽然有育婴假，不过民间团体认为育婴留停制度请假无通春秋是关键。其实现在有近80%的受雇员工是认为育婴假应该要放宽以日跟小时来使用，那甚至是男性同意的比例是大于女性的。那甚至在企业雇主端，其实也有50%的企业是赞成育婴假应该要更弹性的以日跟小时来使用。现行台湾的育婴留职停薪制度，请假至少一摆要请30天。民间团体接到民众反映，对家长、企业来讲拢无好用，甚至有女性为了顾囡仔，规气离开工课场。民间团体主张应该修法，在现有一摆至少要请1个月的育婴留停体制当中，新设立通以点钟为单位来计算的请假。像肠病毒的需求可能是5天，那他就一次可以请5天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假的设计应该更针对育儿的父母亲，他能够弹性的去使用。修法新增亲职假。民间团体参立法委员召开记者会，表达诉求，希望会当修法。民间团体表示，即马提出的修法草案已经有下党派立委共同提案，也得到朝野立委的联署支持，希望立法院会当赶紧通过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